4月30日是国际定的莫卖拍囡仔日，伫新竹县着民间团体办活动，小解囡仔的人权，也推广母语，带你做伙来看。每一个囡仔拢有健康大汉的基本权利。4月30日是国际唔通拍囡仔日，新竹县的儿童人权活动，总统蔡英文嘛来到现场，强调唔通体罚对囡仔的成长参未来发展是真要紧。努力在国内推动非暴力、零体罚的教养方式，让爱的教育在社会各个角落来扎根。小朋友也是一个小小的大人，他们在很多的方面，他们也有自己的人权，也有很多我们要尊重他们的地方。我们要设法建立一个不打不骂小孩的国家。我们要设法透过立法、设法透过政府提供一些配套措施，协助我们的家庭也可以落实零体罚。那我想，这是我们将会往儿童人权迈向一大块。活动现场还有母语池啊，设计出真侪趣味母语互动游戏，鼓励大家学习讲母语。咱已经通过国家语言发展法嘛，所以即马无论是台语、客语，还是原住民语，还有手语，拢是咱的国语。所以咱今仔日来就是要推广，互囡仔伫厝里讲母语。主办单位表示，大家除了爱囡仔，也需要爱家己，常常保持好心情，做伙用爱来打造囡仔的幸福城市。记者刘君豪，新竹报道。